當局計劃由出年開始逐步設立長者醫療專科，但係有執業醫生就認為，目前嘅醫療系統無論係人手抑或係相關研究，都未必能夠應付。健康促進協會副理事長朱文立贊同政府設立長者專科，為老人家提供更適切嘅醫療護理。不過佢認為現時本澳唔單止係醫護人員人手不足，而且對長者健康問題嘅專門研究亦都欠缺系統。佢擔心以目前嘅醫療體系應付唔到設立老人專科。因為而家咧，其實醫療人員咧係唔足夠嘅，針對於喺老長者專科呢方面咧，係嘅研究嚟講係冇專門化，喺現存嘅醫療系統裏邊咧去做咧，即係變成係比較困難。喺個新醫院裏邊咧去設立咧，會起步會比較好，同埋比較有系統化。佢又指出，長者容易患上慢性疾病，需要長時間嘅康復同照顧，所需嘅醫療服務有別於其他病患，所以佢建議喺專科成立之前，醫院應該抽調有關嘅醫護人員，送到去鄰近地區有多年老人專科研究同實踐經驗嘅醫院學習，提升相關人員嘅專業水平，令到長者專科開設之後可以盡快走上軌道。另外，健康促進協會喺友漢公園舉辦健康促進日活動，宣傳疾病預防同保健知識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劉建瑩報道。